沙停火第一階段協議生效，哈馬斯同以色列交換遭扣押人員，以巴衝突亦都短暫平息。越嚟越多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兩國方案又可以點樣令到以巴維持長久和平呢？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2年前，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突襲以色列，大約1200人死亡，250人成為人質。以色列軍方持續進攻加沙，至今超過67000人死亡。加沙停火第一階段協議實施，以軍退後，哈馬斯釋放全部生還人質，下一步又應該點樣達至長遠和平呢？哈馬斯分批釋放20名以色列人質，當地清晨由紅十字會接收，坐車到以色列南部雷姆軍事基地，再經直升機轉送醫院。同樣按協議，以色列釋放近2000名在囚巴勒斯坦人返加沙同約旦河西岸。停火協議自上星期5開始生效，唔少巴勒斯坦人趁住局勢稍為緩和，亦都決定重返加沙。戰前住咗大約200萬名居民嘅加沙，經過2年炮火，一片頹垣敗瓦，要揾翻原來嘅屋企亦都唔容易。聯合國衛星中心分析，以巴衝突至今，加沙83%嘅建築損毀，而唔少破壞更加係喺上個月底以色列加強攻擊之下先至造成。醫療設施亦都遭殃，加沙嘅36間醫院得14間可以部分運作，集中喺南部靠近埃及嘅一邊。無國界醫生話，加沙北部嘅診所9月底起被逼停運，轉移病人亦都面對重重困難。同事講翻俾我知道就話，其實喺診所以外1公里已經見到坦克車喺度。撤離方面就係第一，本身嚟講，病人數目多啦，病人數目眾多，好難一次過將全部嘅病人係有一個我哋有一個地方去第二個地方。第二，我哋都唔知道邊個地方會再安全，我哋都路途上面太多嘅變數。尤其是如果一啲加護病房嘅病，譬如一啲嘅重症病人啦，需要有呢一個呼吸機啦。以巴衝突稍為緩和，多國因應停火協議，計劃額外提供人道援助資金，加快重建。加沙有6100萬噸瓦礫需要清理，重量等同25座巴黎艾菲爾鐵塔。世界銀行估計重建加沙需要500億美元，但就算有資金，係咪順利，仍然視乎局勢能唔能夠持續平穩。甚至乎而家都未有一個叫做準確評估究竟當地個成個程度去到幾嚴重，所以係預計唔到究竟需要幾耐時間。我哋每次收到停火嘅信息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有希望，但係同一時間都會隱憂，就係呢個停火協議係咪真係落實停火呢？因為我哋望到幾時反反覆覆咁樣去做。咁如果個停火協議唔係真係完全落實嘅話，反而會令到我哋同事暴露喺更加大嘅傷害裏邊，因為我哋可能有機會掉以輕心。佢哋留意到，除咗加沙，以軍喺約旦河西岸仍然未停止行動，認為初步停火協議未能夠徹底平息衝突。我哋知道約旦河西岸裏邊其實有好多以色列，佢哋喺度居住咗，但係喺居住期間，其實佢哋會用對於住喺當地嘅巴勒斯坦人暴力對待啦，會用槍支啦，會殺害佢哋啦。我哋知道呢個已經係種族清洗嘅狀況。我知佢哋會用推土機啦，佢哋會拆佢間屋啦。佢哋唔俾佢再起翻屋啦，其實目的就希望驅趕佢哋離開個地方裏邊啦。加沙同西岸都係巴人聚居嘅地區，但目前和平協議涉及嘅20點細節，唔少集中講述加沙地帶短期點樣去軍事化、重建振興等等。以色列軍方發放片段，話部隊同坦克按照和平方案，由加沙撤退至預定防線。美國總統特朗普話，加沙戰事已經告一段落，會盡快成立和平委員會，暫時管理加沙。Also, the Muslim and Arab countries are all cheering. Everybody's cheering at one time. That's never happened before. Usually, if you have one cheering, the other isn't. The other is the opposit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verybody is amazed and they're thrilled, and it's an honor to be involved. 今次協議喺美國、埃及、卡塔爾等斡旋下達成，亦都獲區內嘅土耳其、阿聯酋等支持。
特朗普先飛到以色列，之後到埃及同總統塞西主持加沙和平峰會。除咗簽署和平協議，亦會討論下一階段工作。有國際關係學者認為，今次停火同交換人質，聚焦處理人道問題，後續方案係咪真係可以落實，仍然係未知數。眼前嘅呢個協議，佢最立竿見影嘅一個喺人道主義上面嘅作用。第一點呢，就係啲極端兇殘違反人類嘅一啲屠戮呢，咁呢個就要停止。第二呢，就係話呢啲流離失所嘅巴勒斯坦嘅難民加沙嘅居民呢，佢哋係咪有一個可以期盼嘅未來嚇？暫時我哋睇到嘅係呢兩個。以色列猶太人同巴勒斯坦人就宗教、土地主權、耶路撒冷等問題爭拗多年，甚至交火。許正話，就算今次協議第一階段落實到，加沙未來前景亦都唔樂觀。我哋淨係從一個安全、軍事、外交呢啲領域去思考相關嘅問題嘅話呢，最低限度呢，咁我哋都係要即係從過去嘅呢一個世紀，即係呢100年去睇。會唔會係可以比較和平、比較公道咁樣解決呢？係唔可能嘅，係唔可能嘅嚇。咁唯一嘅結果嚇，咁美國人同以色列人佢哋嘅戰略目標呢，就係消滅呢個巴勒斯坦國嘅啫。更極端嘅情況呢，就係消滅巴勒斯坦民族，亦即係種族滅絕。國際間有倡議透過以巴兩國方案長遠解決爭端。由美國牽頭嘅20點加沙和平方案就冇列明。英國、法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近期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亦都呼籲需要根據國際決議建立巴勒斯坦國嘅方向發展，確保加沙地帶同約旦河西岸之間唔分離。中方就話支持一切有利於恢復和平、緩解人道危機嘅努力。戰後的加沙治理應堅持8人治8的原則，任何關於加沙未來的安排都需要尊重巴勒斯坦人民自己的意願，並同兩國方案相銜接。不過，分析相信兩國方案目前喺國際上唔可能有共識。同一片土地同一片領土，點樣分割成為兩個國家，俾兩個無論從民族、宗教、習俗、信仰各方面都完全唔同。甚至無係有血仇嘅人喺嗰度生活呢。咁啊，本身兩國方案呢，佢就係唔合理。咁而邊一啲國家係會接受，或者邊啲民族會接受兩國方案呢？就係當佢哋自己喺政治上、外交上、軍事上，佢哋處下風嘅時候，佢就想要呢個兩國方案。亦有本地學者認為，就算聯合國同唔少國家表態支持兩國方案，喺美國高度介入下，仍然會有障礙。始終中東地區對於美國嘅某一啲嘅戰略上同埋一啲即係資源上邊嘅重要性依然係多。好多近來嘅衝突入邊，聯合國嗰個角色似乎係被削弱緊嘅。一方面係話語權嘅問題啦，另一方面亦都係牽涉到資源嘅問題。鄭偉又話，經聯合國決議達至兩國方案有難度。反而透過非洲或者中東地區嘅聯盟組織、地區合作，相信可以逐步推動下一階段和平進程。支持即係巴勒斯坦即係立國嘅，覺得呢個係比較長遠解決即係以巴衝突嘅一個方式嚟嘅，制度上同埋一啲關於牽涉到好多關於地緣衝突。即係能夠一勞永逸咁樣去解決呢一個其實戰後以嚟嘅一個方法。如果某一方未具體執行到嗰20條，或者執行嘅時候有啲好大嘅問題嘅時候，到底係會由邊一個組織或者某一啲嘅國家去具體去做嗰個調解人？呢個係牽涉到可能下一步更加長遠嘅之後嘅和會啊，慢慢可唔可以鋪墊到更加多嘅下一輪嘅合作啊？時事多面睇，今集時間夠啦，拜拜。